大家好，我係 Marcus。今日第一次拍片，想分享下照顧我隻狗狗 BB 嘅過程。佢係一隻19歲嘅短腳唐狗。喺2006年，我仲喺中學嗰陣時，有一次去釣魚，喺香港仔天橋底見到佢，覺得佢好得意。當時見到有8隻同佢差唔多大細嘅狗 BB，係得佢衝埋嚟同我玩，係咁撲我，咁樣我就帶咗佢返屋企，一養就養咗19年。差唔多喺佢18歲嗰陣時，佢開始俾人驗到佢有癌症、貧血，咁個驗血報告都好差。醫生話可能佢得個3個月嘅壽命。咁大家睇下我呢一年點樣照顧佢。早上開始10點鐘就開始餵佢食第一餐嘅罐頭啦。咁好多時佢都唔食，試過就開咗6-7罐罐頭，佢先食1罐。咁屋企都買咗10幾種罐頭，都係好健康罐頭俾佢。咁之後食完罐頭之後就食第一餐藥啦。初頭我哋覺得最大嘅問題就係佢係一隻好抗拒食藥嘅狗，仲係恐怖有力嘅狗。雖然佢19歲，但係佢啲牙仲係好多。咁我哋經過無數次嘅咬傷，已經餵藥餵得好純熟啦。咁每日咧都要滴3種唔同嘅藥水。咁藥單嗰啲我會喺下面列寫俾大家睇。咁食完藥之後咧就帶佢出尿尿啦。之後返到嚟就要打皮下水，因為佢嘅腎指數好差，每日最少要打3次皮下水。咁啱呢幾個月咧皮下水供應短缺，咁我同我家姐不停咁周圍撲皮下水。咁打完皮下水之後咧就要用紅外線燈咧去照佢皮下水，等佢快啲吸收。咁照完之後就會俾第2次嘅類固醇藥佢食，因為佢貧血，所以一定要食類固醇。然後幫佢洗眼仔啦，之後就帶佢出去曬太陽啦。返到屋企咧就係要食正餐啦。由於佢係超級偏食㗎，所以個雪櫃咧擺滿咗應該有10種肉。咁佢暫時依家中意食新鮮嘅魚啦、鴨肉啦同牛肉。但係有時真係唔肯食嘅話，咁我哋要有手準備俾佢。食完肉之後咧就要餵降力藥啦，同埋其他藥種。過多陣之後都要俾啲碳水化合物嘢俾佢食啦。隔一段時間就係要餵中藥啦。中藥咧可以舒緩佢啲癌症。咁大約6點左右啦，就餵佢第5種嘅藥，就係甲水同埋肝藥。之後就係帶佢出去街街，就睇下風景。咁大約8點左右咧，就要打第2次皮下水。咁9點咧就要開始餵佢食第2餐嘅正餐。咁食完正餐之後咧就要落街。咁落街因為依家佢企唔到啊，所以要瞓喺度憋尿。咁就返到屋企之後咧，就一定要抹身，抹得好乾淨。咁11點咧左右就開始餵佢食骨丸啦，同埋第7次嘅藥。咁凌晨時分咧就要俾啲新藥佢食啦。咁大約1點鐘左右就要餵中藥，之後就係要再打皮下水，同埋滴眼水，不停咁滴。可能大家覺得凌晨搞掂啦可以收工，其實唔係，因為佢成日晚上咧會叫飲水啦，要轉身啦，有陣時真係會搞到7點鐘早上，我哋先可以瞓覺。呢一年 BB 個變化真係好大，由佢行得走得啦，企得啦，甚至到依家係唔企得，要瞓喺度先屙尿，係好辛苦。但我哋屋企有3個人輪流去湊佢啦。咁 BB 真係陪我哋19年啦，帶俾我哋屋企好多快樂。我覺得佢依家每日都係賺緊。咁另外我就好多謝咁多出心出力嘅醫生幫我 BB，俾到最好醫療佢，特別係我家姐，為咗佢犧牲好多，甚至係
留喺香港考試去照顧佢，盡力去醫佢。分享呢度完畢。咁希望大家可以領養代替購買，唔好棄養。多幸運遇見你，你是我餘生的歡喜，多幸運能和你一起看太陽升起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不會明白愛的意義，謝謝你一直不離不棄，多幸運遇見你，給我數不完的甜蜜，多幸運能和你一起看夜空繁星，如果沒有你，我的世界該多麼孤寂，遇見你是我三生有幸。你是夏天